而家講咗4種修心，各位聽眾，我已經講咗4種。頭2種係建立我哋嘅出離心，出離乜嘢？出離世間嘅名言句義、名言概念。第3、第4講嘅係乜嘢？係叫你生起信心。一講生起信心呢，而家現代有啲學者啊就攻擊啦。好嘅嘢、正確嘅嘢，使乜嘢要人生起信心先啊？人哋睇咗自不然就會生起信心啊嘛。咁呢個係搵嚟拗嘅，因為學佛特別假如學修心，你唔對佢生起信心，你就唔會照住咁做。咁呢樣嘢唔照住咁做，係咪曳？係咪壞嘅事嚟嘅咧？唔一定唔係，只係因為你冇信心，你就懈怠，對佢冇尊重。咁因此啊，係建立你嘅尊重心，唔係話你先信咗我，我教你，你就要信我，一定唔係。咁嗰啲攻擊咁樣嚟攻擊佛學、佛教嘅人呢，佢其實唔知道其他嘅宗教有好多都係咁嘅。例如有啲宗教，佢話神叫你坐，你就坐。你如果擰轉頭睇下有冇張凳，摸一摸張凳，係咪坐到落去，就對神唔夠信啦。嗱，咁呢個同樣係要你生起信心。每個宗教其實都叫你生起信心嘅，所以呢個要叫生起第1 part 就係要你生起出離心，第2 part 生起信心。咁我亦都講過好多次，出離就係唔好照落喺名言句義，唔落名言句義，我哋就唔會俾一個概念左右我哋。咁我講多幾句喺呢個問題。其實而家我哋好多嘢係俾名言句義左右咗嘅，例如歐洲成個歐盟。點解佢話特朗普講中國嘅嘢，我哋係認同嘅，只係唔認同佢個做法。明明特朗普係用霸權啦，但係佢哋只係唔認同佢做法啫，即係話中國事實上係侵略嘅。佢哋認為點解咁睇咧？因為兩個主義唔同，一個係民主主義，一個係社會主義。佢哋落咗一個名言概念咧，覺得社會主義就係共產黨，共產黨就對自由社會冇益嘅，所以要打擊佢。咁呢一個其實由40年代到而家已經經過60年啦。佢哋一樣喺60年就住喺一個概念裏邊。共產黨係冇民主嘅，共產黨係冇自由嘅。咁唔理你個國家背景係點，佢要求你學足佢個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。咁其實美國有冇人權呢？嗰啲移民將個細路同父母分開，而家又慢慢將我哋聚合翻啦，俾人批評得多。咁點呢個係咪民主，係咪人權呢？顯然唔係。咁你哋或者會駁，咁而家糾正翻啦，俾翻啲細路俾父母啊。咁但係乜嘢思想左右你？你落喺乜嘢思想上邊，會搞到你分開人哋嘅仔女同父母呢？就係落喺一個移民政策，落喺一個自私自利、唔肯收難民嘅一個咁嘅概念裏邊，就諗出咁樣嘅做法。咁而家其實貿易戰其實係無義無利嘅，無緣百事要
本來平平穩穩嘅經濟發展，而家要將佢搞亂佢，而且一定都搞到大家都受傷害，全世界都受傷害，點能夠話佢有義有利呢？而家網上有好多人係支持特朗普㗎，所以就話咧，假如同美國鬥貿易戰呢，共產黨會崩潰，中國會滅亡，共產黨會滅亡，習近平會落台，點樣，好多嘢分析出嚟，似乎頭頭是道，實際上係偏見。佢哋忽視咗乜嘢？忽視咗中國人有一種合縱嘅力量，合縱連橫係戰國時代嘅外交思想。所以有蘇轼、蘇秦同埋張儀。咩叫做合縱？合縱就係我同一個勢力，另外一個勢力輔助我去合作，然後將啲對手調服，唔一定要打死佢，令到佢同我走埋同一條路線。咁啊，當時啊蘇秦就稅六國，咁因此就叫齊國同楚國兩大勢力合縱，然後影響其他啲細國加埋落嚟，6個國抵抗秦國。咁秦國曾經因此大敗，敗到之後咧，要削咗自己嘅王號，本來稱王嘅秦王，削咗王號。到張儀出連橫就係乜嘢咧？連橫就係挑撥，每一個國家挑撥，唔好結盟。你結盟唔喐下秦國就打你噶啦，你唔出聲，秦國就唔會打你。嗱，你人秦國打佢，你唔好去幫佢。因此咧，就秦國個霸權咧一路上。咁所以而家個局面係連橫嘅局面，每個國家歐盟裏邊每個國家自己有個利益，淨係睇自己嘅利益，唔係睇大眾嘅利益。一帶一路我咁照我嘅體會，絕對冇可能發展到經濟侵略，只係你個國家適合做乜就大家輔助你，協助你，將你自己個塊發展起嚟。所以而家最近有一個叫做中國同阿拉伯嘅同盟啦，習近平就號召啲阿拉伯國家21個國家團結起嚟，同中國同佢合作，一帶一路照佢國家嘅利益嚟到建設，咁啊相當成功。有10幾個國家已經確定咗點樣發展嘅計劃。咁喺西方嚟講咧，佢就話用債務嚟到綁啲國家。如果咁叫做用債務嚟綁國家，美國自己就要諗下自己嘅作為啦。當年蔣介石時代嘅中國就係俾美國擋嘅，美國話乜就乜。點解？援助，因為有美援，你要得到美援，你就要聽我話，咁就係用經濟嚟綁。中國絕對冇用經濟綁。你睇馬來西亞。馬來西亞嘅幾條鐵路話唔起就唔起，簽咗合同都唔起。中國綁咗佢乜啊？投資咗咁多100億落去，一啲都冇綁佢。如果係美國得了，即刻派兵打啦，可以。嗱，所以其實我哋可以平心嚟睇，唔好有個概念，佢係中國，佢係共產黨。做嘅嘢一定唔啱嘅咁。如果揸住咁概念咧，就係澳洲人嘅概念，以及一大部分啊歐洲人嘅概念，更加係美國嘅概念。
日本、韓國都冇咁諗，所以日本都要同中國合作，韓國又想同中國合作。嗱，咁由咁嚟睇啊，我哋就知道咩叫義利啦。對大家有益嘅事，以民為本嘅事，一定係義利。如果我哋真係能夠每一個人立身處世，我哋收心收到我所作所為係以民為本嘅，一定係好事，一定唔會有貪腐，一定唔會有造假，更加唔會有凌霸。所以啊，我哋第一步收心就係用咁嚟到收，唔好落一個名言概念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，於是咧，哇，我就一窩蜂咁就自由啦，咁就冇言論自由啦。言論自由都不能濫用噶，濫用呢個係一個概念，一濫用就變咗無義利嘅事。你睇有幾多言論自由？啲言論而家我見到喺網上好多言論自由，攻擊中國傳統文化，我最反感啊！呢度中醫醫唔到人嘅，俾藥你食唔係醫到你，係你自己好返嘅啫。中國話一定唔及西洋話，因為中國話冇透視，中國個書法因為係用象形文字，所以係圖案啫，唔係一個藝術。凡親中國傳統嘅嘢，一定攻擊到中國嘅倫理、中國嘅道德、中國嘅傳統文化，甚至中國嘅歷史，都全部被攻擊。鴉片戰爭對中國係好嘅。因為如果冇鴉片戰爭呢，中國而家可能仲係皇權，因為有鴉片戰爭而動搖咗皇權思想，所以今日我哋先要冇咗個國王。呢啲顯然就係歪曲歷史嘅講法。點解要歪曲歷史？因為佢哋有一個概念，凡中國嘅傳統嘅嘢，全部要將佢推翻，咁然後至通盤接受西方嘅嘢。嗱，咁啲假如係咁樣樣，我哋嘅修心，我而家講咗4點修心，冇一度唔違反嘅，佢4點都完全違反。所以揸住咁樣概念嚟到鬥爭，以為自己係言論自由，我要發聲，呢啲無義利嘅嘢，佢一落咗落去，我相信佢個心好唔安樂嘅，因為佢成日都要諗住點樣去挖中國啲嘢出嚟鬧，成日諗住點樣要推翻我哋對中國嘅好感，甚至最好我哋唔係中國人，咁樣樣嗱，我哋總結出離心同埋信心，咁我哋知道啊，淨係用呢4點修心嘅方法，你做人就會做得好自在、好正派，你個心理就唔會歪曲，咁你就好容易入佛之門。